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好，小朋友徛好，今仔日后要带恁摕宝藏，摕宝藏之前，咱先重重的活动一个筋骨，嘿，嘿，你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好啊，即摆就拜托石门神紧来开门哦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小朋友，快紧的啦！袂赴啊呢，这外口这庙口咧办身，行，咱来去捡糖啊！等者，恁想要摕宝藏，还是要捡糖啊？摕宝藏。安尼哦，啊无咱先摕完宝藏，再去摕糖啊！你讲好唔好？好。安尼石门神哦，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小朋友，恁敢有看过歌戏？安尼小朋友，我甲恁讲哦，这个宜兰哦，歌戏是为这个落地扫开始。一开始哦是无舞台，啊毋过哦时代的演变，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精彩。这个歌戏哦就更加好看。安尼小朋友，恁对歌戏非常了解。啊毋过即马问题来啊哦，小朋友，恁平常时敢有看过啥物表演？我有看过演唱会，演唱会，我有看过顶头顶头，庙会的歌戏，庙会歌戏，我有看过布袋戏。布袋戏。哦，安尼非常好哦！大家对这个传统文化拢非常了解。即马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快乐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当时好彩头队出发。欢迎公。小朋友，听讲遮有咧办身的，啊，身伫咧倒位啊？咱做伙试看卖。准备起定。多谢，真感谢！各位小朋友，啊，搁咱的探险队长，你感觉演那变歌布袋戏？你感觉我这个歌戏有够好，有够好，有较好诶。啊，恁敢知影除了歌戏以外，啊，搁有啥？有布袋戏、布袋戏，对，啊，搁有无？歌剧、歌剧较无算是咱台湾的。花狗戏、花狗戏、皮影戏。咖喱戏、哎呦，你也拢知，厉害呢！真厉害哦！啊，搁有一个戏，北管，敢有了解？我听过，捌听过哦。其北管伊另外一个讲法叫做烂坛。烂坛哦，烂坛，嘿，对咱台湾的传统的戏曲拢真了解。这支有真侪功能，你若花心来教，迄机器就会动。好，你要试看卖？买好啊，我来。因为这样，这毋是一般人通来，因为你也去跟着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心来教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婚林来的朋友，是安那？你身躯顶搁炸菜头是安怎？哦，这是阮的特产，
特产就对啊。对。哦，你是婚姻倒位？当四处。当四厝啊，拢是有种真侪菜头。对。对。啊，菜头毋是拢白色无就红色的吗？哦，因为这有改良过。有改良过哦。啊，佫有啥物色？色水？红色。红色。黄色。黄色。黄色哦。啊，毋着姜黄的口味。无啦，拢是就是同款。食起来共款，色水无共。对。啊，佫有啥？紫色，甲葡萄共款。对。哇，真厉害咧！当四处的菜头，那真特别咧。我问恁一个问题，恁敢捌看过布袋戏？有。啊，是啥物时阵你感觉布袋戏的演出？庙会。庙会，像啊庙会啊、土地公生啊，还是啥物节日，庙口就会演咱的布袋戏。我甲你讲一个数字，收视率的数字。你知影收视率过去有97%，全部的人拢伫看布袋戏。差不多1970左右，有100个人，有97个拢伫看布袋戏。这个记录真正是无人通拍破。你就知影布袋戏伫咱台湾有偌尔重要。哦，安尼即摆就要来甲恁好好考试哦。准备好未？好。好，来，起来噶，加油！来哦，接不准哦。嘿，好，会高戏。真好。来，咱徛较过来哦。好。哎呦，差一珠珠啊！来，无。宋干丁。对，宋钢钉啊。哎。变魔术。真熬，变魔术。哎呀，无去好着。哎呀。公布。哎呦，真熬哦！公布，无唔对就是公布。大嘴狗。哎，厉害哦，大嘴狗。标准，嘿。音乐会。无唔对。哎呦，过头啊！差一撮。放手啊！人山。对，人西。菜头 lucky 佢通下知影叫。标准啊！加油！歌剧。啊，这位。歌戏。啊，这位。歌戏对歌戏。啊，小红啊。演唱会。无唔对，真牛哦，无真拢讲对哦。啊，但是我。哇！咖喱戏。真牛讲嘛，真牛接。马戏团。马戏团，无唔对。布袋戏。哎呦，足牛的啦，布袋戏。顺我食生。八卦。无唔对，八卦就是八卦。舞台剧。舞台剧，无唔对。好。哇！南管。但是这是恁兜拢咧饲鱼啊，是毋？车歌戏。车歌戏。武术。武术无唔对。电影。有够啊，好的啦。挖喙筋。哦，赶紧。挖喙筋你捌知？无，太厉害啊！破声搁吹一个。队长应该破纪录，你看涂骹敢若三尾尔。吃了最好的呢。吃了最好，目讲了最好。搬喙筋嘛。搬喙印是绕口令。搬喙筋是绕口令。食了真好，目讲了真好。咱来看恁得几题哦。哇，拢总得20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当四处这组要甲咱的题目拢讲了。家人啊！啊，后一关啥款咱唔知影。准备接招，恁来卡。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绕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伫咱台湾哦，有一个行业专门伫教咱台湾的传统戏曲。哦，嘛教出真侪真有名的人哦。咱即摆现场嘛有2位嘛是。哎呦，恁感觉是啥？感受一下。一个红的，一个白，台语讲了真好。
啊，就伫你身躯边，无毋对，就是咱的卢世伟甲屈里面破声吹者，拢是咱学院出来的，学院出来，大家拢会晓。即马就是要来考恁，甲咱戏剧表演有关系的题目，准备好未？好，现在噶，开始。小刀来哦，开始哦。加油！子涵，你爱扣较紧的哦，好，啊，甲敲好正，敲好正。两个物件是庙会，庙会甲我甲爸有关系无？无。无？哎呦，哎，是动物无？是。是哦。好来，后一题开始扣，剩你一个人尔。啊，子涵，你又较紧的。有啊，开始，会使开始形容。用手耍的。用手算的哦。好，来继续。你朋友要无啦啦？别无啦，哎，唔好做算呢，虽然咱你算。讲有啥？来，你穿的。穿的。哦，拢讲重点嘛哦，来，继续 Q，加油！两个题目。子涵加油哦！什么？你去耍爱有的物件。啊，搁有啥？有钱买吼。爱用钱买无？伊讲。爱。好，来，这个后一题，加油！子涵。好，别较紧啊！啊，煞。无机会。哎，伊铁啊，头先是啥物状况？那一时啊就练落来。太过注意看题目哦。哦。伤认真啊。伤认真看题目啊，就练落来，啊，搁你看。我哪伫涂骹，就是种感觉，真可笑吼。啊，毋过因表现了袂歹，咱来看卖下者。头先人狮是安怎形容？两个，开始两身。两身，哎，讲身袂歹哦，因为咱狮啊嘛。哦，这摆两尊，这拢是双的啦。嘿，啊，所以这就无考虑啊嘛。咱的答案是人狮嘛。塞。哦，哎，你是毋是有问？问一个上重要的我关键。讲是动物无？按着是，你就随显出来。哦，安尼袂歹，真厉害。哦，这嘛有讲到重点，一个随摇出来，你讲啥？用手。啊，咱吼以贴表现者。你若感觉布袋戏咩啊形容？嘛是用手人的。用手人。因为这是重点啊。就重点嘛。对，用那边庙会会看到，啊，这拢会看到啊。啊。这拢会看到啊。哦，安尼，这差不多啦。用手人应该就讲出来。哦，这把讲到重点嘛。会当穿的。会当穿的，敢若讲用穿的就差不多啊。好，来讲下一个，来一贴，这边讲。看演唱会的时阵爱买的。哦，看演唱会时阵爱买的，咱看卖这敢爱买？是敢要免？免。哦，破声水者，啊，这嘛真好啊，真好的形容啊，一句话就解决啦。啊，较可笑的是，到这，哎，大家拢练落来啊，无机会。咱的答案是魔术。那魔术就好讲啊吧？要安怎讲？来，咱来问一下子涵。无啊。无啊，无啊。啊。哦，因为迄会当掠土啊。会当掠土，变成一定安尼也啊，摕出甲鸟变来。出来，对，摕出来。安尼咱来看，这名仔形容马戏团。马戏团。马戏团，马戏团嘛算啊，吧。搁有啥？啊，特技、混会。喷火，哦，真牛。啊，搁有这种的啊？这啥？哈？来，看家。老顶就老卡来。啊来，这嘛是特技呢。哎，这提出来袂用家己做哦。这无练哦，这是我有练过。咱来看卖恁钓到几题，拢总钓到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恭喜！再来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歌戏哦，咱真正足骄傲，伊是咱台湾上有特色的戏剧之一。啊，咱即马就做伙来看卖啊练习的状况，来，现来噶！呀，村的对我实在好，
歌戏伫咧台湾是连一时啊，常常会看到的戏曲。但是恁敢知影，歌戏演员平常时训练是真正无简单哦。咱的人间国宝廖清基老师，即马有当咧甲学生上课哦。今仔日上的课是单三五娘的戏文。即摆学生来讲吼，要讲一种新的话，拢是困难，因为咱毋是大泉州，有当时啊讲10摆，啊佫转袂过来。要教即个地方发音吼，无耐心无法度啦。但讲尽心刻招招正庄嘛，吼，有迄个心就会成功。所有的难关，演员拢尽力去克服，观众才会当看到上成功的表演。这，互我想到一个词咧讲渡过难关，请问倒一个词甲渡过难关有关系咧？倒一个词有关系。有关系？咱听看卖啊！无拼袂出名，听我白写写，一定赢。最简单的叫做过面，因为呢面过心就过，安尼哦就渡过难关。安尼你知影无？面过心就过，渡过难关，敢安尼咧？我是洪记记，听我的台语拢好去。我甲恁讲啦，这个词吼叫做过火，啊火呢叫做渡过难关的这个难关哦。所以呢，咱若是啊拄着难关的时阵呢，就会讲啊这件代志敢过火啊。哦，就这件代志你敢过啊？过这个难关啊？敢过啊？我是捌听过过敏呐。过敏，过敏，你有这个困扰是无？过面还是过火？过火。为什么是过火？想要讲？因为我无听过过敏这个词。过火你有困难嘛？啊，你过去啊，火亲像就是困难共款，因为伊是大家拢讲歹物件，火亲像歹物件。所以恁选择的答案是红记记还是白写写？红记记。好，敢安尼？哇！所以恁选择的答案是红记记还是白写写？红记记。好，敢安尼？哇！是过面啦！再会。真正歹势，你讲甲伤正经啊，你知无？过面过火，那安尼啦。所以过面就是真正就亲像咱白写写讲，头过身就过的意思。啊，过火其实吼，常常出现伫咱的庙会。咱有当时啊，3年一考啊，会做招啊，是做一寡庙会大型的活动，因就会过火啊，摆伫咧涂骹，咱人会通去行过，啊是讲咱会光神桥啊做伙过，啊咱甲遐无好的运，拢甲过互掉。什么消灾意嘿，思？消灾解厄，嘿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有。所以是谁讲的对？白写写。过啥？过面。嘿，安尼学着就真重要啦。马上来看第2题。除了单三五娘以外，还阁有一出戏《双怀秋》，嘛足受欢迎的哦。内容咧讲，主角村顶要上战场，必须要离开厝内的人。伊和老母甲某约定，战争若煞，要伫咧双怀树骹见面。上落尾哦，经历百般波折，总算哦一家团圆安尼。戏中老多精彩的唱功甲演技。甲一家伙仔久别重逢的感情，活甲只认真真，看甲我目屎流，目屎滴，足感动的哦。若讲到约定，台语内底有一字嘛有约定的意思，请问是倒一字咧？约定的意思是倒一字，甲约定有关系哦。好来，请讲。约定会当讲晓，晓这个字是平平的物件，若是放足久，伊就会晓起来。啊，甲咱的约定哦，嘛是共款啊。足久无见面啊吼，我绝对袂甲你放袂记。晓这个意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
晓，甲约定有关系。我先真保留啦。咱听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？这里吼叫做断。啊断呢，这里呢就是讲吼，咱的两个人约好要伫一个所在见面，啊吼绝对要约到一个这个时间啊，搁有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拢会讲断约。哦，断约。所以这个字拢捌出现伫个单三五娘内面就对了。歌戏做定定咧。断约，倒一字是甲约定有关系。感觉是断的，因为你确定啊，有决定的感觉。哦，我嘛感觉是断。感觉是断。断。恁感觉是安尼？哦相信搁想看卖啊一下吼。这个断是长去的意思呢，断呢。断呢？这边就足假的。我先个行。所以你们选红记记。敢安尼？无唔对，你要家己讲一下。晓就是唔对的，以后我爱做表情啊。对，晓哦，其实拄好是颠倒饼的，伊是问阮背伊，就是反背，背信的意思。啊，亲像咱单身姑娘讲到一句话，就是共滚断约，就是我甲你约好啊，我约好伫个什么时间要甲你见面，唔是讲我要甲你断掉的意思。安尼有了解无？恭喜你得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有两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会摕到咧？引来甲。同款有两遍的机会，还有4个金条，4个动物，你有特别介意倒一个动物无？想要选择是啥物动物？长尾山牛。长尾山牛，手甲小甲放去。加油！我讲请饲落，再饲落啊吼！请饲落。康康嘞！来，大家要先测心，心情放我较轻松的。所以恁即摆要选啥？哪里？拉力。你先手小放喺顶悬，感应感受一下。感应一下。哪里就是真少看到吼。哪里？有感觉无？还是要招好？招好。招好。几多是贵？招好。招好啊！所以是招好哟。对。招好，请饲落。招好。对啊！请颁奖。恭喜！得到的是咱高铁照片组。哦，真正宝藏搁给恁摕去啊啦！真厉害，真厉害，有欢喜哦。你有感觉倒一关特别好耍？龙河省。龙好耍。好耍，拢介。海温的。接鱼的。哦，接鱼的，因为拢真准，足好食的。啊，有咸的。滚。哦，练啊。练。练，台语上练档，上届练。你感觉倒一项，还是？接鱼啊。哦，接鱼啊。嘿啊，你若透过游戏啊，讲遮尔啊侪台语，搁通摕到宝藏，有欢喜无？今仔日咱当四处来的朋友，真正拢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二大一。